台东有业者要推动风力发电机，不过当地民众是非常反对，就惊讲会破坏环境。这台东县府嘛表态，因为支持风电，强调会继续发展地力甲水力发电，未来按算家己发电、家己用，互民众会当安心。风力发电业者要伫咧台东县南汇地区采33支风力发电机组办说明会，伫会场外口民众早就传好要抗议，会场内面的抗议更加激烈。居民担心风力发电机组唔若是差，也改变景观，影响观光。因为台南县政府伫3年前就开始办的力量论坛，并无列入风力发电这项。今年的力量论坛二七也无讲风力发电，全力伫咧推送地力做台南县力量发电的第一个选项。我们当然一直希望是走比较干净的就是比光电好6倍的所谓的地热发电然后还有包括小水力啦县府讲，台东地力的能源真多，真适合做地力发电。不过，住伫咧发电厂边的民众担心抽水会引起土地塌落去。专家是讲，照这么评估可能性无大，少部分的地区有做监测，应该当控制。冲积层或砾石层上面，那这个的确是有可能会受到影响的。那所以我们要最好的话就是刚刚讲的监测的部分。县府强调，发电地点会互地方的公民参加来化解因的疑虑。未来希望莫阁增加电厂，用6成的地点、4成的水力发电提升发电量，而且电无互外县市用，台东发电，台东家己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